本地聯賽方面，兩場嘅比數咁啱都係4-1，晨曦贏四海流浪，卡爾入3球，而沙田主場擊敗和富大埔，贏升上甲組之後嘅第一場啦。咁就有朱兆基演帽子戲法喎。林普斯報導啊！新界打比係一場值得細味嘅比賽，6-3嘅大埔有安基斯咬腰射，范俊業救出。沙田呢場終於見到主場嘅霸氣，前線夠火力，李漢道擋到一次都冇用，沈國群反應快，7分鐘就送上頭盤啦。大把攻勢俾球迷慢慢嘆，呢次朱兆基門前失機唔使太失望噃，食飯都唔一定餐餐好味啦。一次食唔中咪第二次咯，朱兆基呢球或者比沙田雞足更值得回味。凌空起腳成功係滲入咗呢次攻勢，配合得啱啱好2-0啦。換邊後朱兆基呢次用頭唔用腳中尾，幾有信心啊！入咗啦，沙田係贏到3球。大埔食咗呢碟3色蛋都怕隻飽飽地，終於到佢哋炮製翻1球。陳立明乖巧一支，追成1-3。之後對佢哋嚟講仲有個好消息，沙田嘅馬力被逐。人多蝦人少嘅大埔攻勢係多啦，硬係煮唔成熟飯，唔止追唔翻，最後仲俾朱兆基完成帽子戲法一竇笠入埋單計沙田贏4-1，今季升上甲組首次領會贏波嘅滋味。你係功臣唔攬你攬邊個啊？有線電視記者林普斯報道。